另外，伫高雄山区的路甲农作物进程嘛是算当甲渐严重，即马阁有风台要来，伫高雄南马社公所呢是赶紧甲人注文好势的山野甲载落山，也那市政府这边也赶紧调来23台发电机，准备下晡要送去到茂林、桃园甲南马社，避免这失电影响到部落的生活。 无论是桌顶切好的，也是边仔一箱一箱排规排的，这个金红山野拢是透早才拄轨南马社载落来的。因为7月少年煞撞到风台甲大水河，山顶的车路甲农作物损断严重。亲像南马社的金红，那水上严重，山梁村2城，各样路灯载不出去，销路大受影响。5吨以上的车就没办法进到南马社，那所以我们是就化整为零，用小货车一箱一箱的带上来。那传统的销售管道。 这个等于是已经没有在收我们南马下芒果的时候，我们就市政府帮忙。以往我们到市区来做这样的行销，大概2个小时半左右。那比以往增加，是因为路有一些地方是不好的，是有颠簸的，所以造成运送的过程呢，可能要小心啦。山脚山顶港心，林雅区里长联谊会大型采工100箱南马社金红，要甲农民斗3工。有民众来公所办代志看到，也对你注文。看下来我就看到，我就想说我们可以买嘛，大家说可以啊。 也可以帮助我们居民。那这个我是没想到那么多了，那能够帮助他当然是更好。区长表示，在涌流风台直接对台湾来，早都先做一寡防灾准备。另外，山区的路也未完全修理好势，为着要避免到时若是路未通，佮撞到失电，市府10日中昼紧急调来23台发电机，准备要载去木林、桃园甲南马社，确保居民的生活需求。 早上的会趁着台风来的时候，赶快把这个发电机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区里。市长表示，因为目前山区土壤松软，含水量阁悬，若是阁落大水后，恐惊会有灾害。到时市府会严格执行撤离措施，也望民众会当配合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